同老婆去東京玩4日，巧遇中學同學喺機場扭蛋，再便利店買啲嘢食就上火車。東京火車站行咗陣街，便利店雞蛋好好味，呢個雞肉就普通。第一晚食鐵板燒，網上好高分，但係唔算好味。個牛 OK，但係其他好普通。炒飯要另外加多1000yen一碗，我哋覺得麻麻地。之後去咗秋葉原扭蛋夾公仔，我哋冇乜斬獲。酒店樓下就係71，所以晚晚食宵夜。好飲，但係都唔係話想像中咁好飲。OK 第二日酒店樓下食早餐，之後搭巴士搭咗1個鐘頭去Outlet，喺嗰度食埋 lunch， 前後行咗6個鐘，再返東京火車站，再去銀座個超級市場掃貨，跟住夜晚就食燒肉。呢間係店員全程幫你燒嘅，不過開頭呢就燒得好快，我哋都食唔切，同埋有啲肉都幾大嚿，又冇刀叉去切呢就難食啲。另外佢唔提供冰水㗎，你嗌暖水都要300英。咁雖然啲肉嘅質素其實幾高嘅，咁但係個感覺都唔係算太良好。經過火車站見到有快展，買杯 Starbucks 排無敵加，今次排10分鐘有得食。老婆去無印，我去 Jigo。之後我哋去 Sunshine City， 見到有個男團活動啊，你睇下啲手捉到好緊嘅，一路捉住唔放手嘅，都好多人排隊。我哋去咗 Workman Girl 買衫，但係都好多男裝。之後附近有扭蛋，再去咗幸福 Pancake。佢個廁所好詭秘嘅，喺個書架後邊。我哋星期日5點幾嚟到，完全唔使排隊。之後再食多個甜品，買啲藥妝，就去晚餐累到場啦。今次第4次嚟，啲嘢食都係好味。過新宿 Uniqlo 之後，約咗個36年冇見嘅小學同學。第4日早餐普通啦，老婆去 shopping， 我去整車飛。火車站買麵包後去機場，行李寄艙後去食壽司，上機前再整多杯 Starbucks，呢啲係今次嘅戰利品。